過咗消防係救火嘅。要求相信對支援，啲工程人員做乜㗎？工地嗰啲成棟大廈冇警裝，搞錯啊！真係，哎呀！火咯喎，滴緊火燭啊喂！個棚火燭啊！喂，已經燒咗上去4樓啦！喂，走啊！雲，嚟啊嚟啊嚟啊！消防到啦！消防到啦！見到啦！見到啦！見到啊！有消防有消防！哇！上到好高啦！哇！撲街啊！中間射到咁樣！哇！喂，走！我哋而家3個消防員帶住3個傷者支援你。哇！等我跌落嚟！有開槍攞得㗎！出返嚟啊！你有冇關心個世界而家發生緊嘅事？你有冇擔心個未來又會唔會去正視？究竟幾時開始人變得冷漠自私？淨係知點樣追求名利易啲，簡單個世界一步一步被破壞，科技將地域拉近人嘅隔膜擴大，再咁捕殺落去，好多動物已經冇晒，人類嘅貪婪繼續破壞大自然生態，戰爭、種族衝突、膚色暴力、仇恨、饑荒、天災地震仍然喺度不斷發生。佢已經翻到嚟好大火啊！跟住我衝入去揾啲消防，我太太同埋隻貓，佢最中意嘅貓一齊走，未知我屋企等中個單位已經入去就已經恐怖6點10分鐘，細佬10分鐘嘅時間就咁樣點叫人走？佢哋做工程嗰啲有咩理由可以容許到呢啲嘢發生？大家睇清楚，喺10分鐘內就已經咁樣，係冇可能逃生到嘅，根本係夾硬焗死晒啲人。再冇種族鬥爭，亦再冇饑荒，人人都主動互相幫忙，坐低有傾有講，日日都見到陽光天氣晴朗個晴朗，未來充滿希望，你我攜手開創，自由國度裏面聲音更加大鳴大放，請記住同一個世界，同一個夢想，做同一個唱做同一樣，高追鐵打，未怕，就算有太多變化，硬仗一齊打，高難我哋一齊跨過去，放低爭拗，冇必要再去比較，我只想同你哋一齊向住目標不停感受，終點喺前面，夢想亦即將實現，我睇見烏托邦經已逐漸呈現眼前。點解可以扮成偉大？我要去枯萎，人類霸着地球太自大，每日盡情破壞。點解可以扮成偉大？我要去表態，沉默會令未來更腐壞，企硬立場愛最大。想去嗌就起勢嗌，想去嗌就起勢嗌，我哋陣容最浩大，我哋陣容最浩大，想去嗌就起勢嗌，想去嗌就起勢嗌，我哋熱情更盛大，我做後台我我樓上樓下都開始燒緊，臨尾即係甩煙嚟，咁消防員就用雲梯去窗口嗰度救咗佢出嚟。